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在做手术吗？把傅昭宁给我拽下来，把他嫁衣给我扒了！哎，怎么好端端的大街上帮人嫁衣啊？听说萧世子是为逼着迎娶中用侯府大房嫡女傅昭宁，但他真正喜欢的是侯府二房千金傅明珠。哎呦，两姐妹争一男的故事，有好戏看喽！哎，给我来点。世子爷，这大婚之日，新娘子被如此欺负，您可得多管管呀！他傅昭宁仗着恩情强求我娶她，就早该知道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难道我穿越了？傅昭宁，你可真是个贱人！萧哥哥明明不想娶你，你非要他娶你，你可真不要脸！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还不给我扒了！王爷，要不我去前面看看，怎么回事？你现在是君，本王我是侍卫，我先去看看。敢动姑奶奶我，要你们狗命！傅昭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成何体统？这就是原主要嫁的便宜夫君。傅明珠当众欺辱我，你装瞎；我还手，你又不瞎了。萧严姐，还是赶紧找个大夫看看脑子吧。你，傅昭宁，敢辱骂萧哥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明珠，你说什么呀，小包子？你怎么敢？明珠，来，你没事吧？傅昭宁，你这个毒妇！明珠只是看不惯你逼我娶你，想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，你竟敢动手打她！哟，你心疼了？身为心腹，当街撒泼，你真是把我们萧家脸都丢尽了！我要退婚！哼，你当我愿意嫁你？要不是有婚约，我随便找个人都比你强。你好大的口气呀！你今天就算跪下来磕头求我，我也绝对不可能娶你。萧哥哥能看上你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放开明珠！放开！退婚可以，但我傅昭宁习惯有仇，当场。这傅昭宁倒是敢爱敢恨。萧哥哥，我不活了！傅昭宁，你敢欺负明珠，本世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萧严景，今日你我大婚，第一，该上门接亲你没去；第二，身为新郎，你却穿一身白袍，怎么，你家死人了？你！第三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责骂我，这是你没有家教。第四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和我堂妹搂搂抱抱，私德败坏。综上所述，你就是个不知礼仪、勾三搭四的臭渣男，和你旁边这个不知羞耻的傅明珠简直是天生一对。我祝你们原地所死，不孕不育，子孙满堂。你毒妇！今日婚事就此作罢，记住，是我傅昭宁不要的你，不是你甩的我。傅昭宁，你可不要后悔！你别忘了你的祖父还在家里面撑着最后一口气在等你出嫁。倘若让他知道你被退了亲，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祖父，你就再喝一口吧，
宁宁啊，祖父就是喝再多的药，都不如你赶紧成亲管用。只要你嫁进萧府，也就有了依靠，祖父也就放心了。傅老太爷如今的身体，也确实受不得半点刺激。怎么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你今天敢当街如此侮辱本世子，除非你现在跪下来磕头认错，本世子可以考虑饶你一次，否则看着整个京城谁敢要你！对，谁要是敢忤逆萧哥哥的话，就是和他作对。磕头，做梦！哎呦，这傅小姐以后该怎么办呢？轿子都抬到这儿了，又退回去了，这还得罪了萧世子，以后怎么嫁出去？是啊，这萧老侯爷怕是要被气得一命呜呼了。这萧世子的父亲雍王深得陛下宠爱，权倾朝野，这傅母娘以后怕是难了。把他给我拦住！怎么想走？除非你今天跪下来给我和明珠磕头认错，否则休想离开这里半步。这萧炎景如此欺人太甚，还真是伪为男人。郡王回京，行人避让。是郡王回京了，拦路回来了。杀！是郡王回京了。哎，你去有些一位夫人。傅昭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这个无耻的女人，你竟然还敢宵小郡王！王爷，这个无耻的女人惊扰到了你，实在是该死。我们王爷没有娶妻问题，闲杂人避让。我问的不是王爷，是你。我哈哈哈哈！我没有听错吧？傅昭宁，你堂堂侯府千金，你竟然要嫁给一个侍卫？亏得我刚才还在想，你在肖想我郡王叔。郡王天人之姿，神中龙凤，岂是他配得上的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只是个寻常侍卫，傅小姐乃是侯府千金，你我身份天差地别，你确定想好？你身上有旧疾，如果娶我做娘子，我可以缓解你的病症。这傅昭宁，莫不是被气疯了？傅昭宁，我真当你有多大本事？这就是你所说的，随便找一个男人都能比我强？是啊，不仅找个侍卫，还挑了一个戴面具的，是不是太丑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你？皇亲贵胄如何？侍卫百姓又如何？只要不自轻自贱，就值得我傅昭宁嫁。我的确容貌有损，姑娘，当真要嫁？容貌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，我不在意你样貌如何。没想到傅昭宁品性如此好，却达到了不错。好，既然你如此坚持，择日我将上门求娶。不，傅老太爷的病已经等不得了，我绝不能因为退婚回到傅家。不用责任了，今日就是黄道吉日，若是你愿意，今日我们就拜堂成亲。好，傅昭宁，你可别后悔啊！你要是嫁给了这个侍卫，从今往后你就不再是侯府千金了，你就和这个侍卫一样，是个奴才了。关你屁事！他再如何，也比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好上百倍。宫规矩远，世事只为你盘旋。每度论战，有爱绵延，一如远行颜色满天。您当真要娶那位富家女人？暂时
不要让他察觉到你的身份。好。姑娘后悔的话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从不做后悔事。苻坚，给我看看你的模样。这，他脸上哪有什么疤？在现代做军医单身25年，我真是捡到了宝。抱歉，之前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才一直以面具示人。苻坚，你不用解释，我都懂。你中过毒，且曾伤到过根基。不过你放心，以我的医术给你慢慢调理，保证让你身壮如牛。这么多年，好像从未有人不在意我的身份，却对我这样好。好。一拜天地，已经贡献了。二拜高堂。刑房？怎么想？婚事太仓促，还没来得及许愿，总不能让他觉得我不行吧？他怎么干坐着？嫁给他虽是情非得已，可终究是明媒正娶，总不能让他在新婚之夜独守空房吧？你先说。他怎么比我还紧张？别怕，我不会弄疼你的。什么？呸！说错了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！我是说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夫人，我身有顽疾，恐怕不能享夫妻之事，还是得回头让青衣找几本书，先学学再说。苻坚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。几度相逢几度忘，我执迷倔强，不惧世间风波来，向着你方向，再握住你手掌，抚你青史荣华，这份情依旧至苻坚，早些歇下来。几度相逢几度忘，拂去你泪光，从时光是写不下有我的诗章，愿此情独沧桑，站在故事终章，再与你初见模样。今日回门，我让人给你备了厚礼。苻坚，你只是个侍卫，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啊？
王爷，边关即报。王爷可能找我有事，那你先回侯府一趟，我稍晚些过来。好，我先回去等你。王爷，兵部侍郎傅大人求见。下官见过王爷。傅云川，那不是傅明珠的父亲？傅大人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实不相瞒，下官有一批货物要送往郾城，听闻王爷的黑甲卫也要去郾城，所以想请王爷行个方便。你教导出那种女儿，公然挤入本王的王妃，竟然妄想本王给你行个方便。傅大人，黑甲卫俱是军中精锐，不是也给某人行方便。王爷，下官愿以付5万两银子作为报酬。傅大人请回。6万两。大伯父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昭宁那丫头被萧世子当街退了婚，又自甘堕落的嫁了个侍卫，咱们侯府的脸面都被她丢尽了。二夫人，你快别说了，老太爷都快喘不上气了。贱婢，我这是在担心昭宁。她现在得罪了萧世子，又嫁了个侍卫，我怕她想不开，寻了短见，这才告诉老太爷真相的。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老太爷，二夫人，老太爷和小姐平时待你们二房不薄，求求你就找个大夫吧。要是把这老不死的救活，我们二房还怎么霸占侯府的一切？这不是我不想请了，咱们侯府不比从前了，哪有钱请大夫？你胡说！我要去找小姐。啊！吃里扒外的贱骨头，给我拦住他，往死里打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小姐，二夫人她想气死老侯爷！住手！小桃啊，你这张嘴还真是欠，分明是傅昭宁嫁了个侍卫，才把老侯爷气成这样。就是你这人太不守规矩，连带着你的下人跟你一样不守规矩。我在帮你好好教训这个贱婢呢。侯府能有今日的风光，全靠我父亲挣来的。当初你们二房没了，祖父可怜你们才好心收留你们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的人？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如今在侯府已经没你说话的地儿了。出去！我们侯府不养白眼了，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傅昭宁，给我等着！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啊，我等着。祖父，我回来了，这就帮你施针。快，准备黄酒热水，去巷口医馆借1套银针，再要1至30年的人参切片。快去！爹，你可算来了。萧世子的父亲雍王不同意我和他亲事，说我们家门不当户不对，女儿丢脸死了，怎么办呀？明珠乖，那萧世子冥顽不灵，咱不嫁也罢。爹给你找个更好的。那郡王战功赫赫，一表人才，还受当今陛下倚重，比那萧世子不知强多少倍。咱要嫁就嫁给郡王。可是前几日傅昭宁退婚萧世子，郡王刚好回京，撞上了此事。好你个傅昭宁，当着郡王的面被退婚，害我们家丢尽脸面，难怪郡王不愿意跟我合作。老爷，你到底管不管啊？那傅昭宁真是反了天了，竟然敢动手打我！这个贱人，害我跟郡王合作不成，我还没找他算账，他竟敢打你！我现在就去好好找他算账。走。祖父没事了，至少这条命是暂时稳住。傅昭宁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，竟敢冲撞你二婶儿！今天要是不给他跪下道歉，就休想走出这道门。你们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想让我道歉，没门儿！傅昭宁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拿下！上！
没用的东西，谁能把它拿下？我赏银20两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刚刚你不是很神气吗？怎么这会子不耍大小姐威风啊？娘，你还当她是侯府小姐呢？她嫁给侍卫以后就是奴才，这侯府可轮不到你做主。祖父对你们百般照拂，可你们却妄图谋财害命，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老不死的一等腿儿，这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哼，报应！你有本事，现在就让老天爷降下雷把我劈死啊！傅昭宁啊，傅昭宁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争气，放着好好的世子你不嫁，非要嫁那个什么泥腿子侍卫。你现在和我娘磕头认错，再把我的血舔干净，我们啊就原谅你，说不定我爹还能帮你相公谋个好差事。我是傅昭宁的夫婿，今日回门，因事来迟，所以耽搁了些，还烦请通主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刚刚你将我赶出房门呀，我这好好的锁紧鞋都被踩成什么样了？好啊，我舔。小姐，来吧，可别说二婶我没给你机会。今天只要你把我这鞋舔干净了，二婶我就既往不咎。你做梦！贱人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傅昭宁，你别怪二叔不讲情面，你当街被萧世子退婚，害得我傅家丢尽脸面，如今竟冲撞你二婶儿，今天这一切可都是你自找的！哎呀，老爷，你还跟这贱蹄子废什么话呀？赶紧按住他，狠狠的打呀！二老爷，外面有个自称大小姐夫君的人上门求见。好，来得正好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个小小的侍卫到底有什么本事。爹，说不定是姐姐的夫君来替姐姐撑腰的呢。哦，是吗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今日正好连他一起打。傅大人是想打谁？郡王爷，郡王爷，全都给我拿下！你是傅昭宁的夫君，你不过就是个侍卫，居然敢对我家老爷和明珠动手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狗奴才，赶紧跪下来向我认罪，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老爷，你打我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，这是王爷，这是我召唤的战神郡王。下官见过王爷，王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王爷恕罪。老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不过就是个侍卫嘛，什么王爷啊？是啊，爹，怎么可以把奴才认成王爷呢？就是。闭嘴！给我闭嘴！王爷虽然时常征战在外，可我岂会连王爷都认不出？你们还不赶紧跪下啊！跪下！郡王，那傅昭宁不过是随手从大街上拽了个男人成婚，怎么就会是权势滔天的郡王？傅大人，殴打本王王妃，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一时冲撞了王妃，还请王爷饶命！
宁宁，你就饶二叔这一回吧，二叔猪油蒙了心，请你原谅二叔这一回啊。若我今日不是郡王妃，二叔可会知错？昭宁啊，二婶知道错了，二婶我自己打自己啊！哎呀！拉开，每人各打100大板。不要！傅昭宁，你这样对你的亲人，也不怕传出去影响你名声？当众污蔑王妃，罪加严。掌嘴！王爷，王爷饶命啊！宁宁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王爷，原来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事物。既然您是高高在上的王爷，那我们这桩婚事便不必作数。宁宁，宁宁，宁宁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小心！你别以为长得好看就可以动摇我的底线。宁宁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好啊，那你解释。陛下急召我回京，我从边关赶回京，一路厮杀不断，不得已才以面具示人，扮作侍卫。你下午之后，我一直就想跟你解释，只是没有适合的时机。你没骗我？自然，我一直都想找那个真心爱我的人共度余生，而那个人就是你啊。行吧，底线也不是不能往后挪挪。我可是真好哄。那我就再信你一次，若是让我发现你在骗我的话，我就把你休了。好。1块、2块、3块、8块腹肌的绝世美男，这可怎么把持得住啊？夫人。那个，你体内余毒未清，新伤旧伤复发，要好好调理才是。娘子，你是真的很关心我呀。王爷，陛下传诏，命你和王妃即刻入宫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宁宁，你随我入宫，我怕陛下会刁难于你。不如你在家休息，我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好。陛下为何会为难于你？陛下年过50，却一直膝下无子，一直都想立我为皇储，所以他想让我找个达官贵女。如若知道我与你成婚，恐怕他会因此刁难于你。旁人不信我，那你信吗？当然信。好，既然你信我的话，你就带我一起去。放心，我肯定会让陛下知道，你选王妃的眼光不差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昭宁，我先去禀报陛下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好。哟，傅昭宁，这嫁给了奴才还好意思进宫来，真是丢人丢到宫里了呀！我和夫君明媒正娶，堂堂正正，到
要是你和那傅明珠无美苟合，才是真正的丢脸。昭宁，你当自己还是那个侯府千金吗？见到本世子不知道问安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不知道以为皇宫是你家开的？你把陛下和皇后娘娘放在眼里了吗？牙尖嘴利！哎呀，我好害怕呀！玉皇世子打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住嘴！贱人，我现在就吩咐人将你捉出宫去。萧严景，你要将谁出宫去？见过郡皇叔。严景，你年岁也不小，也该学学规矩。这是你皇婶，怎可如此？什么？昭宁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见到她，理当叫一声皇婶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那日在大街上亲眼所见，她嫁给了郡王府的侍卫，她怎么……本王就是她的侍卫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？郡皇叔怎么会娶一个被退了婚的女人？本王自然不会像某些人有眼无珠。昭宁值得本王倾尽所有，如此说来，倒应该感谢那退婚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侄儿就先不叨扰了。萧兰约，你神气什么？等我爹坐稳了皇位，我定要你好看！站住！你父亲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。见过郡皇叔，见过皇婶。第一次见到你皇婶，理应行大礼。见过皇婶。哎呀，你没吃饱饭吗？怎么这么小声？我没听清。见过皇婶。还是没听清，再大点声。傅昭宁，你。见过皇婶。哎呀，真乖，你行如此大礼，皇上也没什么礼物给你。这2个吉祥铜板就当做给你的见面礼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傅昭宁，别以为嫁给了郡皇叔就有人替你撑腰了，得不到陛下的认可，你照样做不了郡王妃。参见陛下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平身吧。这位便是郡王的王妃吧？倒果真是个美人呢。只是这兰渊是我大周的战神，可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的。皇后说的没错，兰渊，这京中贵女无数，排着队让你挑选，你到底是有什么隐情？放着那些名门闺秀不选，偏偏选择傅昭宁。回禀皇兄，臣弟与昭宁两情相悦，并无隐情。是吗？那是这傅昭宁用了什么手段，让你非他不娶？陛下说的没错，像傅昭宁这种不学无术、善妒成性之人，定是用了什么手段迷惑了郡皇叔。若果真是如此，这傅昭宁可配不上郡王。陛下，可他儿婚事已成，不如就贬妻为妾，等改日您再为郡王殿下择一高门贵女为妻，如何？启禀皇。娘娘所言极是，我看也是如此。像他这种不学无术、德行败坏的草包，只会丢尽了皇室的颜面。草包？护驾！放肆！住手！竟敢行刺陛下！萧世子，
你口口声声说我不学无术，却连我都打不赢，岂不是草包不如？什么时候会懂武术？我现代军医要出入战场，有什么不会的？萧世子未曾了解过我，就对我妄下定论，肆意诋毁，我看才是真正的撇形败坏。哼！不过臣妇相信，陛下是难得的明君，绝不会听信一面之词。傅昭宁，傅昭宁，你就算会武又如何？你那日在大街上当着大家的面羞辱你堂妹，不少人可都看着。陛下，傅昭宁他不学无术，只会些拳脚功夫，他是万万配不上郡皇叔啊！启禀陛下，我傅家于10年前曾对雍王府有恩，故而同雍王府萧世子定下婚约。可萧世子见我傅家大房一脉没落，就对这桩婚事百般推诿。臣父祖父病重，迫于无奈，只得求世子求娶。可没想到萧世子与我堂妹暗通款曲。出嫁当日，堂妹更是当街拦轿，要辱我清白。而萧世子作为夫君，却冷眼旁观，毫不作为。臣父迫于无奈，奋起反击，这才于混乱之中扯坏了堂妹的衣衫。由此可见，萧世子就是个忘恩负义、两面三刀、卑鄙滥情的小人。他之所言又岂可当真？你简直一派胡言！臣父愿以萧严谨的性命担保，臣父所言句句属实。事发当日，于萧府门前有众多百姓可以作证。陛下，还请您不要听信这刁妇的一派胡言。像他这种只会些拳脚功夫、琴棋书画女工样样不通之人，根本就配不上郡皇叔啊！贤侄可别忘了，你日日苦练的剑术，方才可是输给了你口中本王那样样都不精通的王妃。谁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郡皇叔，你这是被他欺骗了。萧世子口口声声说我不学无术，倘若我能证明我并非你口中说的那般不堪。好，你想怎么证明？启禀陛下，臣父还精通医术。哼，傅昭宁，本世子和你早就相识，你何曾学过半点医术？你要撒谎也找个靠谱的理由啊！萧世子亦不知我会武，方才还不是败于我剑下？怎么，萧世子挺大个脑袋就是个摆设啊？你，傅昭宁，世子这么笃定，不知道敢不敢同我打个赌？好，你想怎么赌？由陛下出题，萧世子指定一人与我比试医术。若是我赢，还请陛下下旨，承认我傅昭宁乃实至名归的郡王妃。至于萧世子，就当着众人的面，沿着这金銮殿爬3圈，学狗叫好了。若是我输，那我甘愿贬妻为妾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指定太医院的张院派与你比试。成交。既然郡王妃和萧世子各执一词，那便比试一番。来人，传张院判。另外，再找一位病人过来。诺。张院判医术出神入化，昭宁，你确定能赢吗？他能和我比？我可是21世纪圣手，华佗来了都比不过我。傅昭宁，你区区一个草包还敢跟我打赌？今日便让你死得难看！回禀陛下，制造司这位宫女突然不明原因失明，刚好可供张院判和郡王妃比试。郡王妃、张院判，你们二人若是能将此人治好，朕再额外赏赐黄金1万两。1万两黄金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陛下，微臣检查了下，此人双目失明，伴有癫痫，应该是被人投毒。等下微臣给他针灸后，再服一粒解毒丹，
想必2个时辰后就能重见光明。中毒？我怎么看他的状况，这么像脑瘤压迫了神经？张元派，求你救救我，还求你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放心，服下此丹，2个时辰后，你必定会重见光明。多谢张元派，多谢张元派。我能看见一点了，我能。傅昭宁，你拿什么同张院派？我看你还是赶紧认输吧。张院派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，这毒已经完全侵入眼睛，眼下唯有将眼睛剜去，才能保住他的性命。你个庸医，他根本就不是中毒，是得了脑瘤。你差点把别人药死，还剜了别人眼睛。郡王妃并非是微臣心狠，只是眼下唯有此法才能保住他的性命。傅昭宁，你既然不懂，还是少说话为美。严景说的没错，傅昭宁，没用的善心只会误人性命。若是能以一对眼睛换他的命，那亦是值得的。何况她只是一个宫女，能得张院派诊治已是莫大的福气。你百般阻扰张院派行医救人，是怕自己输是不是？臣妇并非儿戏，而是臣妇有办法，可以不必剜去他的眼睛，就能让他痊愈。哼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张院判都说了，除了这样没得救，你竟然说有办法？难不成你以为张院派比不得你一个草包？傅昭宁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可不是你逞一时之快的时候。郡王妃，此事绝非儿戏，此毒扩散极快，若是耽搁了医治时间，唯恐酿成大错。陛下，臣妇真的有办法，还请让臣妇一试，臣妇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准。陛下，臣妇需要些时间准备。再准。兰渊，你能不能派人回王府，帮我把放在床头的箱子拿来？好。虽然自己研发的比不得现代，但够用了。王妃，这长锯怎能用来治病啊？傅昭宁，你这到底是要杀人还是救人？我可还从来没听说过，这长锯还能够解毒的。傅昭宁，严景说的没错，你岂可因为一场比试便要草菅人命？陛下，既然说好了要比试，那总得给臣妇一个机会。刚才张院派已经替他看诊过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了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还请陛下屏退旁人。好，都退下吧。别怕，这是吗啡散，你睡一觉，很快就会好了。这里面是什么声音？郡王妃杀人了！里面发生了什么？奴才看见郡王妃在里面，一斧子把那人的脑袋劈开了。来人，把门给我撞开！手术结束，他的眼睛能保住了。傅昭宁，你把人都杀死了，你还在胡言乱语！郡王妃，你还真是品行恶劣，压根配不上郡王。陛下，傅昭宁心性狠毒，草菅人命，还请陛下将他捉拿入狱。来人，把傅昭宁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萧兰渊，你想造反不成？没有人能从我的面前把他带走，更何况
相信他。我何德何能得你如此庇护？哼，这傅昭宁压根儿不通医术，害死人命！你贵为我大周的王爷，如此徇私，对得起天下的百姓吗？对得起陛下的信任吗？傅昭宁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你们快看，这宫女醒了！我能看见了，不可能，我真的能看见了。张院判，还请您上前诊脉，看看她的病症如何。如何了？回陛下，微臣观其的脉象，确实再无阻塞之感，虽此刻气血两虚，只要仔细调理，必将痊愈。皇兄，胜负已分，昭宁。没想到这中永侯府的千金竟然真懂得医术，实在是匪夷所思啊！还请王妃为下官解惑，究竟如何做到的？她的脑子里长了个瘤子，我做手术给她切掉了。什么瘤子？什么手术？张院判，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术，你要想知道的话，拜我为师吧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张院判，你年纪大了，我可受不起你这一拜。等回头给我敬个白茶茶就行。这怎么可能？从未见你学过半点医术，怎么会有这样精妙的手法？愿赌服输，不知皇兄与严谨此前所言，可否还作数？当然算数。傅昭宁德才兼备，堪为良配。兰苑，你确实给自己找了个好王妃呀。萧世子，我赢了，是不是该兑现诺言了？萧严景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是时候该兑现承诺。我看他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术，这好端端的人，脑袋被刀劈斧砍，怎么可能还活得下来？看来萧世子是想耍赖啊！陛下，还请为臣妇做主。好，严景，愿赌服输啊！我，傅昭宁、萧兰渊，你们俩给我等着！有朝一日，我定要你们死！这郡王本来就不好对付，又来了个厉害的王妃。皇兄，臣弟同王妃告退。去吧，朕也累了，该休息了。陛下，你赏赐的那1万两银子，回头啊，我让人送你府上去。臣妇多谢陛下。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哼！奴妇，今日啊，萧严景和皇后，怕是鼻子都要气歪了。无碍就无碍，夫人要是继续摸下去，为父怕是要把持不住了。你身体不行，得克制。其实，我觉得我身体可以了。夫人，要不要试试？不行不行，试出事来怎么办？
今日多谢父亲谢我，也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护我。因为你值得。小兰园欺负我呀，父王！好了好了，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？这个该死的萧兰渊，心而太甚，压根儿没把我放在眼里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处处不如他？再这么下去，皇位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除掉他。听闻苗疆来犯，倒是个除掉他的好时机。严景，若是我劝说陛下任命你为监军，你随军出行可有把握除掉他们二人？娘娘放心，我定让他有去无回。圣旨到，萧兰渊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南疆圣女率10万大军压境，雁城告急。郡王萧兰渊智勇双全，战功赫赫。今责令萧兰渊担任主将，率6万军马前往雁城，统帅3军出征御敌，即刻启程。钦此。臣接旨。又要出征了吗？这狗皇帝对着弟弟还真是往死里薅啊！王爷，南疆圣女狡诈多端，此番路远，还望珍重啊！多谢公公提点。对了，陛下还任命萧延景世子作为监军，一道前往，还望王爷早做准备。多谢公公。夫君，你的伤未好，余毒还没有全清，根本就不适合出征。南疆将士凶残，犯我大昭领土，如我大昭百姓，即便是战死，我也一定要去。只是委屈你方与我成婚，便要独自在京城留守。他身上毒未清，新伤旧伤堆积，不如我随他一道前往雁城，正好路上也能继续为他施针。宁宁，夫君，我和你一起去雁城。不可，战场凶险，生死难料。我精通医术，可以帮将士们医治。何况你就真的舍得让我一个人留在京中？深山遥望无声，眼灵犀漠然。何况你就真的舍得让我一个人留在京中？宁宁，到了战场，刀剑无眼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可你留我在京中，一个人面对豺狼猛兽，你就不怕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阴阳两隔了吗？不准胡说！我没有胡说。从前你没有家室，可你现在把我留在京中，不是给了那些人拿捏你的把柄吗？我手握大军，他们不敢轻易动。我不管，反正你要是不让我去的话，我就等你走了自己去。到时候谁也不知道路上会碰到什么流民贼寇。
郡皇叔，此番陛下任命我为监军，我定会好好监督你，还望皇叔谨慎行事，否则若是出了差错，我定会上奏陛下，严惩不贷。若是此番严谨能除掉郡王，日后我可就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了。萧监军，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，别到时候到了战场上吓得屁滚尿流，丢了我们大周的威风。好，傅昭宁，正巧就趁着这个机会，将你和萧兰渊一起除掉。王爷，南疆圣女带军打过来了。召集兵马，立刻迎战。是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郡王，前身的封神郡王。萧兰渊，我看上你了，若愿与我南疆和亲，我可禀明圣主，平息战事。本王也有妻子，答应了她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休得妄言。萧兰渊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如今你们昭国腹背受敌，境况堪忧。你若与我结为夫妻，我不光可以保你大昭南疆无忧，也可助你登上皇位。你这妖女，少废话，来战！该死！圣女，萧兰渊战无不胜，若再打下去，恐怕讨不到好处。收兵！撤退！胜了！胜了！你受伤了？没事儿，一点皮外伤。我替你上药。好。这个萧兰渊果然如传言中的一般厉害。若是让他战胜南疆再立奇功，我爹就永无继承皇位之日。萧兰渊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兵，你一人怎么抵挡南疆的千军万马？我的肚子，副相，这怎么回事？将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是早饭过后，不少将士们就肚子疼，且虚软无力，打不起精神。王爷，南疆圣女又率军攻扎。这南疆圣女发兵发的正是时候，不得不说，萧兰渊料事如神。只不过你再如何能预测战局，想来也料不到自己麾下无人可用。现在我们还有多少兵力？王爷，我们现在只有5000人还有战力。命众将士死守城门，加派弓箭手。这5000人，速奔袭敌军后方。是。脉象沉迟，面色青紫，是中毒。可在这大营之中，怎么会中毒？难道是混入了南疆奸细？
傅昭宁，就算你会医术又如何？等你把他们都医治好，这朝门早就被攻破了。这萧兰渊也是，竟然率了5000士兵就去偷袭敌方伪翼。我看你呀，还是早点准备替他收尸吧。傅昭宁，我身为监军，你敢动手打我？你是监军没错，可眼下大军压境，战士们浴血奋战，你堂堂7尺男儿，却在这动摇士气。萧延景，国将不国，何以为家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你以为雁城破了，你就能平安无事吗？傅昭宁，你真是自作聪明！我要的就是萧兰渊死。小桃，我给你写个方子，你去找随行的郎中，做好了汤药分发给士兵。是，小姐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城门快要破了！我就知道，这萧兰渊率领5000士兵，如何抵挡得住敌军？我也斩杀了南疆2名副将，拖住了大半敌军，我们才得以撑到现在。但是两方兵马相差太多，城门快要破了。所有将士听我号令，整顿装备，撤离雁城。萧延景，你在说什么？眼下敌众我寡，根本就没有再拖下去的必要。再战下去，只会连累更多的百姓和将士。我们不如弃城而逃，等将士们都恢复如初，我们还有机会再把雁城夺回来。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将士们在外拼命，你却要弃他们而逃。傅昭宁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萧兰渊，现在这里我说了算。所有将士听我号令，撤出雁城！不能撤军！撤出雁城！不能撤军！萧将军待大家如何？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。我们现在还有5000将士在外，为我们拖延时间。我已经派人为大家准备汤药了，只要再坚持片刻，我们一定可以守住雁城的。傅昭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出了事情你负得了责吗？所有将士，听我号令！5000个将士就是5000个家庭。萧将军爱兵如子，若今日战败的是你们，萧将军也绝对不会放弃你们的。我还能铁，就算不能上阵杀敌，我也能去守城门。我也能扔石头，杀1个不亏，杀2个就赚。我们也都能挺。誓死追随萧将军，誓死追随萧将军，君王，誓死追随萧将军，誓死追随君王，誓死追随萧将军，誓死追随君王。小姐，药熬好了，快给将士们分下去。我感觉我好像好了，不难受了。烈士，虽然还有点虚，但是斩杀敌人倒是没什么关系。大家跟我上！今日的事，我都听说了，多亏有你。是你平素得将士们爱戴，否则就算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。不过，我怀疑我们军中有细作。这事儿，我已经派青衣去查了，只是目前还没有消息。若是再有一次这样的情况，还不知会不会有今日的幸运。
若是这个时代有火器就好了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能不能弄到硫磺、硝石和木炭，再借我几个工匠？这是要做什么？天哪！此物威力竟如此巨大，真是难以置信。王妃，这是何物？是炸药。若是将此物用于战事，我大周如有神助，战无不胜啊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我还有更厉害。本想试着做些火炮，可时间太紧，只能先做些黑炸药。若是有了这个，什么南疆大军恐怕不堪一击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将军被南疆大军包围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快带上炸药，随我去营救。萧兰渊，别等了，你确实厉害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你军中的将士中了药，损伤大半，根本就不会有援军来帮你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这王败寇愿赌服输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这张脸生的实在是俊俏。这样吧，你投降，归顺我南疆，我可保你不死。圣女太爱，可惜萧兰渊这一身骨头硬得很，从来不知道投降二字该怎么写。死到临头你还嘴硬，萧兰渊，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。若你乖乖投降，跟我回南疆，我不仅许你高官厚禄，你也可娶我苗疆圣女。青山有幸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？圣女动手吧，我萧兰渊宁死不降！萧兰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肯投降娶我，圣女自重。我萧兰渊已有夫人，她与我是此生唯一，我会像忠于大周一样去忠于她。圣女无需多言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如此可相识无声，抵过千言。兰渊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会平安回来，一定要等我。回眸你在身边，相敬我于眼中眷恋，难冷却再浮现不变。援军已到，还不全军出击！大周援军已到，今圣女被擒，你们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怎么样？伤到哪里了？疼不疼？不疼，有你在就不疼。什么时候了还不争气？弄疼你了？没事儿，逗你玩呢。你就是郡王妃，你刚才所投之物是何物？是炸药，只需一支，就足以炸伤你南疆数十名将士。你南疆可还要与我大周再战？没想到你竟有如此本领，我输给你，倒也不算冤枉。圣女亦是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宁十分敬重。何况圣女眼光和我一样，都喜欢兰渊。没想到郡王妃的心胸竟是如此之宽广，倒不像大周的其他女子。我苗疆圣女倒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我苗疆亦愿与大周缔结10年的友好条约。
严谨哥哥，跑不动了，休息会儿吧。也好，算算时间，小蓝渊应该已经战死了。最好他们这次都能死在那儿，做一对亡命鸳鸯。主子，郡王大圣还和南疆圣女签下了和平协议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快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回京，不能让陛下知道我们临阵脱逃。走！哎，不想死的就把银子拿出来。哼！你们好大的高胆！我可是尊贵的雍王世子。本小姐是侍郎千金。哼，管你是狼是狗，今天你们不把银子拿出来，那就把命留下。大哥，我知道那雍王世子就是气得全城百姓逃跑的孬货。原来是他，兄弟们，这种贪生怕死、背信弃义的人，有伤狠狠打！兄弟们，走，走。严谨哥哥，那是郡王爷的马车。我是严谨郡皇叔，郡皇叔，是我是严谨郡皇叔，郡皇叔，郡皇叔是我呀，郡皇叔，哎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没听到，我也没听到。建议走快点儿。哈哈哈哈！好啊，蓝渊，此次大捷，你立了不少功劳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份和平协议能保我大周边疆10年无虞啊！说说吧，你和昭宁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且慢。陛下，郡皇叔之所以能够大胜南疆，是因为他与傅昭宁与南疆圣女早有勾结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在班师回朝的路上，将我这个监军扔在路上不管，妄图置我于死地啊！郡王，你身为主将，抛弃监军，一意孤行，难不成真的是有什么说不得的猫腻，才让你想将严谨灭口？娘娘明鉴啊！此前郡王落入南疆圣女之手，还能平安逃脱，反败为胜，显然此事更有猫腻啊！哈哈哈！那还敢颠倒黑白，真当朕是糊涂了不成？陛下，微臣不敢。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这不是陛下派来照顾我的小太监吗？启禀陛下，此番世子殿下担任监军，却趁着将士们中毒之时假传军令，调离援军，更是最后在我军将要落败之时弃城而逃。你，萧严谨，你听到了没有？真当朕会听信你的一面之词？当初朕给你这个机会，就是想磨练于你，没想到你真的是太让朕失望了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念在雍王的份上，朕饶你一命。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，重打50大板！陛下，不要！陛下，再给微臣一次机会吧！陛下，陛下！父王，你一定要替儿子讨个公道啊！又是萧兰渊，哼！你放心，爹一定让萧兰渊付出代价。这个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人好看，
自然戴什么都好看。草民要状告户部侍郎，求陈大人主持公道。走走走，哪来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胆敢挡我们大人的路？走！大人，求您为草民做主啊！大人，大婶儿，你是有什么冤情吗？姑娘，我只想为我女儿讨个公道，苍天无眼呐！大婶，您慢慢说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女儿被王斌侵害，已经悬梁自尽了，可偏偏王斌是皇后娘娘的亲弟弟，又任户部侍郎一职，如今根本没有人敢受理此案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死得不明不白。摊上王斌啊，就只能自认倒霉了。他都糟蹋多少女子了？谁让他姐姐是皇后娘娘的？寻常官员谁敢说的这样子？如此无耻之人，居然官居要职，真是可恨。大婶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讨个公道。姑娘，我知你好意，可你生得貌美，万不能逞能啊！是啊，姑娘，那王斌仗着权势，为非作歹，您怎么能斗得过他呢？我们知道你是好心，可也不想连累你。诸位放心，我夫君可是我们大周的战神郡王，他向来爱民如子，铁面无私。你们有什么冤情，尽管和我们说，我夫君一定会替大家禀明圣上。诸位请放心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定会为你们讨一个公道。真的吗？那我说，不急不急，你慢慢说。我二叔家的姑娘，那可是生得水灵灵的，谁知道前年被那王斌看中。大家放心，等这个事情有进展了，我一定会和你们说的。没想到这太平盛世，百姓还有这么多的冤屈。这王斌还真是罪大恶极。不过我们如今只有证词，没有人证物证，这哪怕是皇上也难以定罪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这女子大多被关进百花房，而王斌是这百花房的主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亲自去探个究竟。不行，王斌贪婪好色，手段狠辣，你孤身一人太过危险。哎呀，你可以暗中保护我的嘛。那也不行。兰渊，夫君，好吧，那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只能去找别的男人了。你还想去找谁？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那就要看谁肯陪我去赴险喽。傅昭宁，你什么？你说你答应了？我就知道我夫君一定会答应我的。哎，那此去百花房，你可一定都要听我的。好。各位官人行行好啊！小女只要10两银子，小女愿意为奴为婢女。让开，让开，滚开！果然是个难得一见的角色，皇上必定喜欢。官爷，小女只要10两银子，卖身葬父，还请您开开恩。这是你爹，看着这么年轻，不像你父亲。夫君太年轻，主不破。官爷，小女说的是卖身葬父，他不是我爹。你夫君原来是个残花败柳，真是晦气！官爷，小女什么都能做的，我烧饭都是样样精通的。滚开！
我家王上只喜欢处子之身，你少给我添晦气。王斌这个大种马，可真够恶心。官爷有所不知，我这个父亲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。结婚当晚他就死了，小女还没来得及圆房，还请官爷行行好，绝了我们这一世的夫妻之情吧。很好，中看不中用是吧？大人，绝不敢欺瞒官爷。把他带走。是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走。银子，10两银子还没给我呢。你们要是言而无信，我夫君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给他清洗干净，今晚就让他释放王上。是。你好像很害怕。那王少是个怎样的人？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你别担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看你手上都是鞭痕，王斌打你。小姐，不是我不说，我实在是害怕。那个王斌简直就是个变态，他最喜欢虐打女人了，轻则被他玩弄，重则被他虐打致死。这种东西就该阉了丢进狼窝。你们怎么不逃？我们逃不掉，这里里外外都是他的人，我们要是逃跑被发现，会被砍断手脚的。其他女人关在哪里？在东面的那一排房子里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们出去。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到底求不求？求不求？你们杀了我吧！我绝不会为生于王斌那样的混蛋。哟，还挺有骨气的。我们家少爷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我倒要看看你这骨头有多硬。你。怎么样？多谢姑娘相救，可我们逃不出去的。不是怎么知道？我本是清白人家的姑娘，大婚之日却被王斌掳来，因为宁死不从，才惨遭凌辱。姑娘有所不知，我已经逃过2次，可百花坊里高手如云。我们女子近来若想出去，那就只能被抬着出去。是吗？我还偏不信这个邪。走。反正左右都是个死，我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哼，想跑？好大的胆子呀！来人，给我抓住这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上！闭气！快叫人过来！是。
让我是谁？那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是何人？我是你爹！老子杀了你！小贱人！我乃户部侍郎，我姐姐更是当朝皇后，我们王家受雍王诏服，你敢动我，必死无疑！好厉害，好害怕呀！知道怕就好。你要是现在跪下认错，没准儿我能给你留个全尸。好好笑啊！那我要谢谢你祖宗18代吗？我打死你！鞭子呢？没有鞭子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世子，你可算来了！傅昭宁，又是你！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连王府的人你都敢动！哎呦，这不是写狗叫的草包世子？来人呐，给我拿下！押上来！是。你若是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把这百花房的人都给杀了。你动一下，我就杀一个。萧延景，以前我只当你是个人渣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畜生！妇人之仁，这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把他给我押下来。是。好啊！多亏了世子殿下。贱人，你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啊！没想到你也有现在呀！我告诉你，哎，竟然还是个绝色美人儿！哎呦，我都有点下不去手，打回来了。这王大人要是喜欢，不妨等玩够了再把他打死，岂不快哉？明年清明，我会记得给你们俩烧香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啊？不如就先让本大人尝尝滋味儿。谁？怎么样？是我来晚了吗？不晚，来得正好。郡王殿下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得罪我们王家？眼下陛下看重您和雍王，离大魏只有一步之遥。你这般得罪于我，就不怕我回头告诉皇后娘娘？届时皇后娘娘在陛下面前吹吹枕边风，你这到手的皇位可就没了。王爷，要不把这女人让给我，我王家保你荣登帝位。3宫6院，想娶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真是可笑！皇上乃圣明之君，就凭你们3言2语就能影响圣上的决断？我方才真是错了。我方才就应该打死他们。小眼睛，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我王家必定助你父亲坐上帝位。好啊，正有此意，本王今天就把你们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王斌、萧延景，草菅人命，罪大恶极，还不速速就擒！启禀陛下，王斌开设百花房，强占数十名美貌女子，对其残忍虐杀，罪大恶极，罪不容诛。萧延景颠倒黑白，
是非不分，还请陛下严惩。陛下明鉴，郡皇叔他一心只想铲除异己，他这一派胡言呐！我与王大人交好，王大人向来清廉，他在民间早就享有美名，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如此畜生的行为啊！是啊，陛下，臣一直兢兢业业，分明是那女子想攀附权贵，蓄意勾引啊！臣是抵死不从，她被拒绝之后，才恼羞成怒，这才胡乱攀咬的。对，那女子一看就是和郡皇叔、皇婶一块的，哼，心里边不知道到底存的什么心思。自己心思卑劣，就当所有人都如你们一样卑劣吗？够了，陛下，别人向来老实又守规矩，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？求陛下明鉴。王斌这么多年也算是恪尽职守，朕倒是未曾听闻有什么不当言。陛下请看，这是臣女当日收集到的万民请愿书，上面记录了王斌诸多的罪证。呈上来。简直是令人发指！呸！让我感到恶心。陛下，除此之外，臣妇还有人证。带人证。陛下，民女可以作证，民女就是被王斌掳走虐打的，多亏了郡王殿下和王妃娘娘救了我们。是。你把王斌给我带下去斩了！萧延庆，你助纣为虐，重打100大板！陛下，不要啊！陛下，臣妾就这一个弟弟，求陛下开恩！就这么一个弟弟，这些老百姓，这些女子，又是谁的弟弟，谁的妹妹？拖下去！陛下，陛下饶陛下，再给我这一个机会啊！陛下，皇后，快传大衣！如何了？陛下，皇后娘娘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刺激。王家所作所为，罄竹难书，罪无可恕啊！皇后明知如此，却还要为王斌求情，枉费朕这么多年的信任，实在是可恨呐！陛下，陛下如何？回王爷，陛下本就龙体欠佳，眼下又急火攻心，实在是不妙。无碍，朕的身体，朕自己知道。兰渊啊，永王父子实在是让朕失望。这大周的江山，后继无人。朕能相信的，只有你了。臣弟必不负陛下所托，誓死守卫我大周江山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陛下，若是您不介意的话，臣妇也想替您把脉试试。钟永侯倒是教出了个好孙女，有你陪着兰渊，朕就放心了。只是朕这身体呀，早年间落下了病根，调养这么多年，已是强弩之末呀。陛下，
你乃生民之主，必有天佑。这次你和兰渊立下如此功劳，说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妇和王爷一样，只盼陛下龙体康健，百姓康宁。好啊！郡王妃胆识过人，智计卓绝，赏黄金万两，另赐鸾凤和鸣玉佩1对。多谢陛下。多谢陛下。红鸾，本宫的弟弟怎么样？大公子已经被斩首示众了。小兰月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冰帝他有我，冰帝死了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本王一定会为冰帝报仇。倭国使臣将至，陛下将设宴款待。哼，这倒是个对萧兰渊和傅昭宁动手的好时机。父王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让他们在宴会上颜面扫地，身败名裂。偉大なる紫羽の皇帝陛下に面会させていただき、光栄でござる。しかし、こちらの紳士の中では、挑戦を受けられる者はいるか？这倭国使者叽里呱啦的说些什么呀？听不出个究竟。是啊，众卿家，有谁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呀？这是叽里呱啦说什么？我不懂啊，还有这个如何是？是啊。これでも、天正の国と実証するなんて、バカバカしいな。我が国の方が、もっと強いんじゃ。土が広くても、民はみんな全部、愚かの。それでも万歩の主とは。さようでござる。いつか、我が国がこの土を征服する。ここの下民たちは全部奴隷になる。なるほど。大和の長官が推進ではないようです。ちっぽけな島国に好きに、我が国を飲もうとは妄想です。どういうことだ？ここで我が国の言葉を通じる人は本当にいるのか？我が国の君主が精明で、我らの兵士も勇敢です。百姓の心も一つにしています。貴国が勝負しようとすれば、いつでも相手にします。これは誤解だ。そちらの下僕の勝手に言ったバカな話だけだ。哈哈哈哈哈！郡王妃既然懂得倭国语言，那么就请王妃替我们来翻译一下倭国使臣的意思。是，陛下。不必了。尊敬的皇帝陛下，我们不辞千里而来，正是为了和大周议和，希望两国重归于好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我国陛下出了3道题，希望大周能够回答得出来。可以啊，我们大周人才济济，有什么题尽管出吧。好，这第1题名为九曲玲珑锁，只要能解得出来，便算是你们过关了。拿下去吧。我来试试。这确实解不开呀。让我来瞧瞧。区区一个破锁，有何难度啊？拿给本王瞧瞧。
们倭国是在戏弄我们大周，所根本就解不开。王爷何出此言？此所在我倭国，那是5岁稚童都能解开。你们大周妄称人才济济。此所已开。好啊！素闻郡王文武双全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这一题也算是你们过了。如此取巧，本王亦可解开啊！可此锁刚才在雍王手中最久，也没见你解开它呀。那是因为本王不知。好了，既然此锁已解开，那么有请使臣继续出题吧。难怪都说郡王轻才绝艳，智勇双全。如今看来，萧炎景确实拍马难骑。真不知道傅昭宁那个贱人怎么这么狠呢？此局名为真龙棋局，乃是我国君主亲手所设。你们之中要是有1人能解，这一局就算是你们赢了。这棋局分明就是死局，进退两难，不可取胜。我往后推演了10余步，却是首尾难以相顾啊！终究破不了此局啊！下棋嘛，我自幼棋艺不俗，这倒是个露脸的好机会。让我试试。赐教。已经走到了死绝路，再无回旋之地呀！虽然勇气可嘉，但棋艺平平，终究破不了这真龙棋局。想不到这倭国人才辈出啊！臣妇也想凑凑热闹。哼，傅昭宁，我都不行，你以为你行？别不自量力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傅昭宁，你别自取其辱了。这一大片活棋里面，你自己绝了自己的气，还让自己的黑子都吃了，简直可笑。等等，王妃这一手虽下在死绝处，自杀了大片黑子，可如此一来，整盘棋局都被盘活了呀！好啊，没错，如此便可走出活路啊！王妃棋艺精湛，我等甘拜下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好啊！郡王妃端庄贤淑，才学深厚，和郡王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夫人真是厉害。夫君也很凶吗？凶吗？他是在夸我。其实我在别的方面也是很凶猛的。没什么。那晚上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傅昭宁，你凭什么能赢过我？萧南渊和傅昭宁出尽风头，不能让他们再赢下去了。好了，倭国使臣继续出题吧。好，第3题啊，皇兄，眼下已经临近午时，不如先安排宴会。这最后一局，等宴会完了之后再比试吧。说的也是，倭国使臣不远万里，请稍作休息。我们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谢陛下，挺身吧。
伤着没？怎么样？没事，只是可能得换身衣裳了。奴婢带您前去。夫人，王妃，您在这里更衣就好。多谢，放那儿吧。这香有问题。哎呀，皇帝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你的王妃去哪了？是啊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怎么换个衣服也要这么久？该不会偷男人去了吧？这个傅昭宁啊，一贯是喜欢勾引人，要不然怎么会大街上随便拉个侍卫就嫁了呢？皇帝，你可不小心。皇帝，这是何意啊？皇兄嘴巴放干净些，别再让我听到你诋毁女人，不然我不介意拿你的脖子摸摸。皇帝好大的架子，我只不过是觉得你被妖女蛊惑了，怕你被人利用，追悔莫及。就算是被利用，那也是我心甘情愿。再说，总比皇兄生了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傻儿子来的。你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啊！回娘娘，奴婢是看见郡王妃私通，所以才……你说什么？不会真的被我说中了吧？皇帝呀，要我说，你就不该把那话说得太早。不可能，我相信他。既如此，咱们一起去瞧瞧。宁宁，过了这么久，我才发现，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你，真的。那个小蓝渊除了打仗，他什么都不会。放开！放开！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放开！拿什么和他比？草包！我今天都要看你今日从了我，他还会不会要？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你还真是草包他妈给草包开门，草包到家里，真以为我不知道这乡里有什么问题？好啊，萧炎姐，也该轮到你小子，好好享受一下吧。就是这，我就是在这儿看见郡王妃与人私通的。把门给我撞开！来吧，美人。来吧，美人，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。亲一个，别走嘛！来，亲一个。废物东西！不，傅昭宁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母亲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又怎么会在这里？回皇后娘娘，我路过的时候看到侄儿在这儿，像是中了春药的样子，我好心医治他，所以他才能清醒的这么快。只是如何？只是侄儿可能这辈子都不能行男女之事。怎么会？不可能！
是与不是，侄儿自己还不是最清楚了。真的不行了，蠢货，那是因为我给你施了针。皇婶，皇婶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，皇婶！救救！哎，晚了，你中的是最烈性的春药，已经是药石无医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明明用的是最普通的春药。好啊，原来是自作自受，真的是活该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重打100大板！父王，救救我！父王，龙王，真是太让人失望了！你连你自己的孩子都管教不了，这如何放心将江山托付于你？皇兄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7日后，朕便立郡王为太子。陛下，真没想到萧严景竟然会这么蠢，实在是丢脸。眼下雍王无缘皇位，我也做不成太子妃，难道一辈子都要被傅昭宁踩在脚下？不，我傅明珠样样都不比傅昭宁差，凭什么她能得到郡王喜欢，我就不行？郡王殿下，请留步。有事？郡王殿下，我进宫时马车出了问题，不知道能不能与你和姐姐同乘一辆，顺路捎我一程。不能，本王的马车不拉丑东西。什么？丑东西？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妹妹，你就算行如此大礼，我们的马车也不能搭你一程哦。算你有难得，你要是敢硬下来，我就把你休了。本王的心中只有夫人。郡王殿下，傅昭宁和萧严景共处一室那么久，恐怕早已失了清白，你就当真不在乎？只要夫人肯要我，我什么都不在意。放心，那萧严景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我又不瞎。傅昭宁，郡王迟早要被立为太子，他3宫6院是迟早的事，与其便宜别人，不如让我当他的侧妃。聒噪！怎么回事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好呀！傅昭宁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跪下求我。我是不是脾气太好了？你以为你就会有好日子过吗？萧兰渊这样的男人，怎么可能只有你一个人？本王对天发誓，此生只爱宁宁一人，哪怕是做了皇帝，也是如此，绝不相负。宁宁，走吧。为什么傅昭宁你就能得到这样好的夫君？不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以偿。雍王殿下，我可以帮你对付萧兰渊，也可以助你夺得帝位。只不过事成之后，你要让我嫁给严景哥哥，你要立我为太子妃。
可以，只要你能做到，这有何难呢？那你有所不知，我这位姐姐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个最大的软肋。哦，她与傅老爷子相依为命，这傅老爷子就是她最大的软肋。王妃，傅家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老爷病重了，快备车！我就知道，只要听说那老不死的病重，你就一定会回来。所以祖父没事？当然，是我故意引你过来的。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，猴子都没你能折腾。死到临头还嘴硬呢。你想不想知道，为何你甘愿为妾，郡王都不愿娶你？为何？你凑近些，我告诉你。傅昭宁，你这个贱人！我要杀了你！哦不，我把你的这张脸划了！我看你没有这张脸，萧兰月还要不要你？等你变成一个人人嫌恶的丑八怪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好。这么漂亮的一张脸，发生了事，留着它还有用。万一萧兰渊因此不要，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呢？皇上前几天都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病危？奴才也不知。皇兄感觉如何？兰渊，朕的大限将至，这大周的江山恐怕要托付给你了。皇兄，别说这些丧气话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没用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皇兄，你吐的是黑血，只要解毒了，你一定能恢复如常的。没有用的，不用白费力气。本宫给他下的是噬心散，如今已经毒入骨血，药石无医了。皇兄待你不薄，而你却下毒谋害他，真该死！谁让这个老东西不听我？他该死！萧兰渊，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，将江山乖乖的让给雍王。做梦！上！萧兰渊，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这点人奈何不了你。但是，你就当真以为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进去。
听闻郡王帝特别爱惜这位妃子，不知道是不是舍得她在你面前香消玉殒？你想如何？如何？简单呐，拿着你的剑杀了这个狗皇帝，我就放你一马。来人，不要听他的。如果你杀了陛下就是弑君，他们一样会杀了我们，更会让我们受到天下人的唾弃。可惜了这美人胚子啊！不知道皇叔会不会舍得？若是皇叔舍得的话，不如让皇室先陪我玩玩。哎呀，堂姐，看来郡王爷也没有那么在乎你啊。真是蠢而不自知啊！你这是在造反！你以为事发之后你还有活路吗？成王败寇，你就是嫉妒我飞上枝头。傅昭宁，这天下都是雍王的天下，你的好运气要用完了。是啊，说起来，你当初嫌弃我，然后嫁给郡王，还真是可惜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我相信郡皇叔一样也不会介意的。好，来人，来人！大爷，戒备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小来人，早就知道我们要逼宫。是啊，没想到雍王大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竟然真的自投罗网。卑鄙，实在是无耻！彼此彼此，跟雍王比起来，我还差了一招。如何？陛下已经毒入肺腑了，回天乏术。皇兄，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兰渊，雍王，我平日待你不薄，给了你一次又一次机会，你就为了这王位要杀我，你真的是该死！闭嘴！不要再假承认的了。王位本应该就是我的。狗皇帝，该死的是你！当年我和雍王情投意合，是你生生将我们分开，逼我入宫。可是你在宫中为何多年毫无子嗣？那都是因为我想让你断子绝孙，杀了你，我要让雍王继承你的王位。毒妇，毒妇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杀了！我看谁敢！可惜呀，功败垂成，真是可惜。我，这是何苦啊？这是何苦啊？
父王，父王！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这一切都是父王的意思，微臣是冤枉的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皇后和郡王爷让我这样做的，陛下饶命啊！来人，把这两个大逆不道的家伙砍了！微臣是冤枉的，微臣冤枉啊！陛下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桃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桃姐，救我呀！你确实错了，但你知道的太迟了。在你和萧延景欺君罔上、一同谋反的时候，就该知道会有今日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驾崩了！臣等恭迎陛下，恭迎皇后娘娘。众卿免礼。先皇已逝，国丧3年，登基大典一切从简。朕将遵从先皇遗愿，广开恩科，轻徭薄赋，望众卿跟朕同心同德，共筑盛世。臣等谨遵圣意。另外，朕打算废弃6宫，此生唯愿与皇后一人共赴白首。陛下，不可呀！先皇子嗣凋零，才会让雍王有不臣之心。您当尽早充盈后宫，延绵子嗣才是正道啊！朕心系皇后，无心他人。听闻韩大人子嗣众多，府中却勾心斗角，争斗不断。韩大人连一家之事尚且处理不好，又如何处理朝事？既然韩大人如此热衷开枝散叶，那韩大人便早些回家去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来人，将韩大人拖下去，免其官职。陛下，臣知错了。可还有其他人有异议？臣等绝无异议。夫君，你方才真帅。帅？那是什么？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这机关弩倒是成了，只是加上火药还是不行。没事儿，我们有1辈子的时间，慢慢研究。那可不行，大周周边群狼环伺，战事不断，只有早日研发出厉害的武器，才能威慑群敌，百姓才能过更好的日子。而且这样，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有你在，我就不觉得辛苦。你要不要试试这弩？100米射程，可以连发。好。
厉害的弩啊！当继夫人一大功。就赏今夜为夫侍寝。你别闹，当心吓着宝宝了。宝宝，今天乖不乖啊？可不准欺负你娘啊！淘气的很，想在里面练武。陛下，倭国有大军来犯。弹丸之地，敢欺我大周，真是无自量力！该死的倭国，真是从古至今都不肯消停，这次非把他们打服了不可。来源，我肚子疼。快，换太医！哎呀，快了，再上去！娘娘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娘娘诞下了一位皇子和一位公主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都是我不好，以后再也不生了。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男孩叫萧慕昭，女孩叫萧慕宁。傅昭宁，今日萧兰远，此生非白首不齐。更隽永。